呢個故事最近真係洗咗版，睇到人心都碎埋，但最後嗰幕又暖到飛起。既然今日係團年夜，等我同你分享呢段馬騮仔引返愛嘅經歷。喺日本千葉縣嘅市川市動植物園入面，本來應該係母慈子孝，但偏偏有一隻馬騮仔 Punch， 一出世就因為生母體弱或者心理壓力，竟然被狠心拋棄，好陰功 lonely 咁縮埋喺籠底一角，眼神嗰種無助同驚青，真係睇到人眼濕濕。馬騮係群居動物，冇咗媽媽嘅體溫，佢唔單止係凍，直情係失去咗生存意志。飼養員見佢唔飲唔食，成日騰騰震，知道單靠人工餵奶係唔夠嘅，佢需要嘅係安全感。飼養員諗到一招，嚟一個同馬騮大細差唔多毛茸茸嘅馬騮公仔送俾佢。最初 Punch 仲好驚，但係慢慢佢試探式咁摸發現呢個新朋友唔會推開佢。最後 Punch 成支跳上去，死命咁抱住個公仔，直情將個頭埋入啲毛入面。嗰一刻，佢終於唔再騰騰震，可以安穩咁瞓返一覺。雖然公仔冇心跳冇奶水，但嗰種被擁抱嘅觸感就係支撐佢活落去嘅最大動力。呢個故事之所以咁感人，係因為 Punch 身上我哋見到自己。唔好低估擁抱嘅魔力。科學研究講過，擁抱可以釋放催產素 oxytocin， 幫我哋減壓，增加信任感。人係群體嘅動物，冇人係孤獨。無論我哋幾強大，心底入面都係嗰隻渴望被接納、被愛護嘅小馬騮。有時語言係好無力嘅，但係一個無聲嘅擁抱已經勝過千言萬語。今日係團年夜，全家人坐埋一齊食餐飯，係一年入面最緊要嘅時刻。Punch 要靠毛公仔先顯到安慰，但幸運嘅係你身邊就有真正愛你嘅人。溫馨提示：大於唔好只係掛住玩電話，或者只係埋頭食飯。見到屋企人，試下放下平時嗰種酷或者眼鏡，主動行埋去拍下爸爸個膊頭，拖下媽媽隻手，最好就係大大力咁擁抱佢哋一下，話俾佢哋知有你哋喺度真係好。祝各位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我哋非常觀707，下次見。